2019世界拔地会当伫咧嘉义县地基办，这几天上大的光点，就是用黄金粉掺台湾顶级的高山红茶来冲泡。这杯黄金红茶泡袂赴红啉，啉过的民众拢讲口感特殊，大家拢学到赞。说起茶，每个人都很熟悉。 2019世界博茶会伫嘉义县热烈举行，其中味前这杯特调饮品黄金红茶引人注意。先放一汤匙贵33黄金粉落，再搁冲这种的台湾高山红茶，加辣辣的了后，伫特别杯仔内面黄金流沙迄一般，敢若用看到一种享受。是可以来闻香，它有淡淡的一个红茶的一个甜香。 鼻子啊，第一香味，食一喙看卖，伊的口感真特殊，味种笑讲有黄金的味。说不出来的那个，应该是黄金的那个味道，有点像喝黄金咖啡。既然茶叶可以跟金箔混在一起，很高级，对，很高级。我们像一杯金粉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讲，这一杯应该会是在350左右。 改变传统的黄金茶，价数并无少，有缘请民众排队来试食看卖，想要感受一下宝港的茶艺文化。